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因为论文的争议，退选桃园市长了后，这个风波目前是还未结束。昨晖有台大学生甲几个学者去台大抗议，批评安尼是伤害学术的自由。因那台大学生会昨晖嘛发声明指出，教授指导，还有公开审定的结果等等4个问题，呼吁各界嘛爱共同来思考。媒体第一直问，严国议员无讲林志坚论文的争议，台大校长管良明简单回应了，回头就走。学校只处理学术的事情，其他事情都不要问我。严国台大学生甲几位学者正不满，13伫咧台大正门口表达抗议，批评伤害学术自由。政客止血赶紧溜，学术伤害谁补救？台大学生会甲研究生协会13暗发共同声明，指出4点问题，希望各界共同思考。第一点，应该以相关的标准检视论文指导教授，并且负担一定的责任。第二点，应该思考指导教授研究甲教学投入心力的调配。第三点强调，摕到硕士学位，并不是只能限定完成研究性论文这个条件。第四点，台大学生会希望学校至少应该甲学术伦理审定结果报告书，也个检讨过程书面伫审定了公开，强调绝对无法度接受任何形式的抄袭。记者综合报道。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宣布要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即嘛换立委郑文平出来选。拜六林志坚、郑文平，也有现任的桃园市长郑文灿，三个人做伙去庙林拜拜。因三个人徛做伙，要来展现拼选战的决心。因为论文风波，民进党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宣布退选桃园市长，改由立委郑文平出战。13郑文平参现任市长郑文灿到桃园民论三圣宫参拜，林志坚要员做会出现，强调离开选战是为了保卫家己的清白。我是先发的这个投手，他受了伤，在这个教练团的一个这个指挥之下先行下场，但是我们有王牌的这个中继投手运鹏上场。我们也是在很不舍得的心情之下，然后我们也让林志坚市长来专心捍卫他的清白跟他的权益。林志坚退选的消息来了真紧，壁顶林志坚的宣传布棚拢也袂赴跳落来做替换。郑文灿强调，民进党的桃园队是有韧性的团队，会快速变换选举策略。三个人嘛批评对手提不出正经句话，敢若利用论文案来抹黑，包括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民众党参选人赖香玲，嘛随个镜头转向郑文平。郑运鹏委员真的是临时被赶鸭子上架，他过去一直帮林志坚市长辩护、护航、背书。所以我还是问那一句，他哪来的信心？一昧的替他圆谎，桃园乡亲自己心里面有把尺。民进党管会府伫9月初2候选人登记结束之前换将，桃市长三卡都选战局势，搁再出现新的变化。记者郭文就随桃园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各地拢是好天，搁烧热，都要注意，即马日头是真美，唔通掉沙。也若过到西半部，还佫有各地山区，爱注意会有西北风。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到拜四，受到水汽的影响，东南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也若山区甲部分的平地，过到嘛会有雷公雨。各地高温差不多是伫咧33度至35度左右，其中伫咧大台北、南部、高雄，还佫有屏东等等7个县市有发布高温的特报。也若花莲台东的温度可能会升到38度。另外，气象局提醒，桃园以北还佫有嘉义以南的沿海，最近拄好是大涝的时期，沿海地区都要注意有海水倒灌、局部淹水等等的现象。也若是去海边活动，嘛要特别注意。接下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昨晖是新增加21000外的本土病例，有40个人死亡，4个儿童重症的病例。这4个囡仔是拢无注过疫苗的。另外，台北市伫咧12间学校有设注射站，要甲5岁至11岁囡仔来注 BNT 还有莫德纳疫苗，要赶伫咧开学进前来加强防疫。
伫家长的陪同，囡仔乖乖坐伫椅仔等待护理人员做疫苗。为了伫开学进前提升校园防疫，北市伫12间国小开设儿童疫苗注射站，提供5至11岁儿童集中注抑制剂 BNT 莫德纳疫苗。我们是因为5月初我们有确诊，那现在刚好时间到，所以就赶快来打。平台上预约有1143人预约，没有预约的到现场，我们也会经过医生评估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可以施打，我们也会协助家长今天带孩子过来施打。因为 BA.5 来到前向加上14个案继续增加，注射这一天真踊跃。国内13也阁增加4个儿童重症个案，包括3个14个案甲1个黑号合并喘气困难，因拢还未做疫苗。目前已经累计96个儿童幼童得14重症。截至今天，儿童重症总共166例。那所有儿童重症，其中有27例死亡。疫苗对这些小朋友而言，它是一个免疫调节剂，就是因为我免疫力不成熟，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对付病人，所以说我身体需要有一个教官来教导说我的免疫力要怎么样展现，才能够适当对付这个病毒，那避免自己有太夸张的症状出来。另外，13本土个案增加21056个，40个死亡。指挥中心表示，13增加的病例数比前一天少705个，减少3.2%，也过比顶礼拜6侪。以规个礼拜来看，8月7到13，拢总149567个，甲前一礼拜比只增加1334个，属于持平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7月份电池才打起名，不过9月底佫要各一届召开电价费率的审议会，来决定10月份的电池要做什么款的调整。目前台电还在重新估计成本，9月底才会当完成提报方案。根据了解，10月份的电池有可能会降价。咱来看《自由时报》，疫情加速远距离医疗应用。去年6日健保给付的，包括山区、甲离岛等等的眼科，也有皮肤科等等。因若急诊就无限制是啥物科。不过为这个月开始，会扩大到心脏内科、胃肠、神经内科，也有胸腔科，按算会有要80万人受惠。接下来咱来看《联合报》，国民党副主席谢立坚带团访问中国，时机敏感引起争议，因为伊嘛是台中的市政顾问，甲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目前已经向市府请示。因若台中市长罗秀燕是有解劳，不过伊也是坚信要请示。林志坚提出桃园市长的选举，嘛牵连台北市的选战。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批评民进党敢若换人出来选，煞无甲民众会识的是非不分。因若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嘛指控民进党吞踏学术伦理，不过民进党陈时中是批评蒋万安利用论文的事件替家己咧游声势。甲大头握手拍招呼，陈时中这次来到台北市第1购菜市场来拜票，对着外界甲桃园林志坚换掉改头正水，保持首都市长的胜选。但市长回应，替选是林志坚个人的决定，尊重伊。也阁互对手讲支持林志坚是乱支持，但市长是真不满。蒋万安来消费这件事情够了，北北基桃大家一起共同竞选，那破坏未来市政跟国政的愿景，那这仍然不变。国家整体的学术伦理、大学自治，在这过去几周被民进党消费摧残，这才是真的够了。蒋万安早起到来偶尔撇山岩来参拜，对着陈时中批评伊消费论文的事件，蒋万安回击：民进党差大学术的伦理，摧残教育，无任何任唔对的态度，应该系实的。另外，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对向民进党批评，敢若换人无系实的，无意义。重点不是换人，重点是你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是态度是还是以政党利益一己之私。那其实对人民来说，它就是没有意义的。换掉林志坚的风波牵动首都的选情，黄珊珊强调，家己是老母的角色，绝对无认同、无是非的代志，会继续来注意市民主义的市政的问题。另外，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若是爱换就爱换，不过认为民进党系实的，无亲像系实的，认唔对也无亲像认唔对，也讲这种造假的气氛，伊无啥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今嘛红也讲，伊伫2019年伫这边财经科技大学的学术论文涉嫌是抄人的。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已经甲这边科大检举，
因若蔡碧如是强调讲，伊的论文引用的资料拢有注明来源，是会堪伫比对甲考验的。民进党立委蔡碧如伫面书顶面质疑林志坚论文的文章下骹，互网友反质疑大肆蔡碧如108年在德明在京科技大学的论文，甲正平民国90年的行政院研究会委外研究报告来比较，有相关的所在，被指牵涉抄的。蔡碧如来澄清，伊的论文是对民意代表社群网站市政议题角度来出发，参考民国90年的政府网站的报告，两者研究性质无同，引用拢有注明的所在，学术上毋是抄的。这个90年的这个政府的网站的探讨，是来作为我这篇研究的一个论点。所以总而言之，我在想，我的所有的引用都有它的出处在，这在学术上面它并不构成抄袭。不过，总统市议员王浩宇伫面书发文指出，初步检视蔡碧如的论文有真侪不当的引用，有多数是来自其他论文，已经具名向德明来提出检举。并且伫检举批内底写讲，经过相关的停职验证，相关的所在真悬，请学校赶紧调开学伦会审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如果他觉得有问题，就送那个学术伦理委员会。我们都是大学出来的，这没问题的，他自己会处理。德明科大回应，就算也无接到检举，那至少依照相关的办法来处理。蔡碧如也强调，家己主动要求学伦会审查，有信心来说明清楚，未闪避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地方的消息。高雄有民众2年前买预售厝，本地伫去年10月份就应该交厝，所以拢无收到通知。到今年7月初，建商才向甲讲，因为管不了起价，一平要甲伊起3万块。消保官认为讲，业者是无权利家己起价，因若消费者嘛会当要求违约金。应该也袂听家人伫内底七壁，这个位伫高雄联合寮的建案，有消费者投诉2年外前买预售厝，总价大约490万，原本去年10月就爱交厝，建商煞无消无息，7月初才突然通知，因为原物料继续起，所以建案每平爱起3万。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原物料上涨、成本的这些关系，希望能够同意一平加价3万，他们才愿意交屋啦。那同意就爱加负担得要60万，消费者无法度接受就茫茫才知影，其他买主也拄着同款的问题，认为建商无应该将成本加伫消费者身上。消保官也表示，业者无权单方面起价。它的原约定的价金，还有就是标的物的约定，依照日期来给付了，这样屋不能片面由业者来主张，他没有这个权利哈，就是说这不是正当的理由。建商解释，起价是因为最近原物料工钱大起，也澄清无强迫加价，一切也在协商。依照合约的精神嘛，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首先就依照原来合约的价格去做销售。那第二个，他如果再不能接受的话，那坦白讲，他会对我们提出告诉。消保官表示，若协商无共识，业者阁唔交厝，消费者有权请求迟延利息。若业者无正当的理由毁约，消费者也会当求偿违约金。建议消费者会当向消保官申诉安排协商，业者也应该妥善甲消费者沟通，唔通安尼违约毁掉名声。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培养读册惯势，即马新竹市政府结合县内13个图书馆，伫几啊间病院内底放一寡册。规划看册空间，互民众伫排队或者是等门诊的时阵，买当帮看册。温暖的环境、舒适的空间，那亲像来到图书馆。其实这是病院的后进空间。市立馆最近伫馆内几啊间病院设立友善读册环境，希望会当培养大人囡仔的阅读习惯。小朋友从小开始看书，就他自己也会很喜欢去拿书过来给我念给他听。阅读对于认知语言能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早期婴幼儿的情绪发展，还有亲子关系的建立，及早开始做亲子共读都有非常大的帮忙。这个推广阅读的活动，结合13乡镇的图书馆，这厝内有2016年以后出生的囡仔，只要办借册证，而且借满3本册，就使领到一份阅读礼物。小朋友在小时候能够接触的，也是靠周边的环境，让他脑力的启蒙是有多元的。希望透过在儿童阅读这块，能够有多量的取悦，让他们能够
未来的方向有更多元、更广。医生指出，若是父母会使陪囡仔做伙阅读，互囡仔对细汉就会使感受到读册的好处，对囡仔未来的发展会真有帮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接下来关心这个甲科技有关系的消息。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13早起伫咧嘉义太保正式启用，未来会有超过20个产官学的单位，要伫这个所在发展各机各做无人机的产业。伫嘉义县长洪忠阳甲几个立委的陪同之下，总统蔡英文真足听厂商介绍目前无人机的发展。13早时，伊来到嘉义太保，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接牌。面对国际情势瞬息万变，台湾也积极的提升我们国防自主以及不对称战力跟量能，在国际国造潜舰国造的目标下，无人机产业将是我们发展的重点。这个所在原本是中央列管的代替大放压馆。嘉义县政府甲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湖尾科技大学各几个国内外无人机的相关单位，要伫遮打造国内上完整的无人机产业主路。无人机的产业链从这个研发中心到民雄航太园区的产业进驻的生产，到未来以莲花掌溪的无人机跑道，过程所谓的无人机的所有的连锁性的结合性的产业。嘉义县政府表示，亚洲无人机 AI 创意研发中心未来有研发测试生产的功能，佮加上嘉义科学园区、民雄航太园区的研发，会当替农业大县的嘉义县增加新的产业发展。记者林慧平，嘉义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有一个印度的英国作家，因为伊写一本小说，去互认定是咧侮辱宗教，所以伊朗政府就下令甲伊追杀30多年。12伊伫美国的一场演说，竟然是有人用牙刀啊，甲抬甲重伤，而且伊的一蕊目睭可能全安尼在青眉。12早起，卢西迪在纽约州西部小土矿协会下令论坛发表演说，但拄上台就互70多人枪击攻击，现场是真混乱。I thought that he was stabbed about 6 to 8 times before they were able to grab a hold of the perpetrator. We all got to our feet. People were screaming and crying out and gasping. 卢西迪误食了后，颔棍甲腹肚是流真侪血，又伫星期三往病院去治疗，凶手是当场互抓起来。警方确认伊的身份是来自纽德西州的24岁查甫人哈迪马塔尔。سلمان رشدی نویسنده کتاب آیات شیطانی در نیویورک حین سخنرانی با چاقو هدف حمله قرار گرفت. 现年75岁卢西迪是伊朗的眼中钉，伊出身印度的回教徒家庭，本身是无神论者。1988年出版的个人第4本的小说《魔鬼诗篇》，互真侪回教徒批评是无尊敬神明，在做伊斯兰国家防禁法。第2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对伊下达追杀令，极端组织也悬赏300万块美金，连《魔鬼诗篇》的翻译甲出版社拢互攻击。卢西迪尾啊刷去英国20年，1990年代后期才慢慢开始有公开活动，不过死亡威胁始终是存在。卢西迪正住伫美国纽约，积极鼓吹言论自由，勇敢来批判极端的宗教甲政权，伊的武器也引发国际震惊甲批评。One of the things a writer is for is to say the unsayable, to speak the unspeakable, to ask difficult questions. 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因防疫成功，所以取消挂喙암，也佫有点头营业时间的限制。因的官方媒体即嘛开始放送一寡民众去游乐园耍水，也佫有设计无挂喙암的画面。金正恩宣布战胜新冠疫情，北韩官方媒体开始播出平壤的水上乐园，客满热天烧热的人潮，欢喜耍水的画面，大人囡仔民众挂着笑容，社交距离也无需要超过于维持。大陆民众也唔免挂喙암，等下一切回归疫情进程正常生活气氛。 국가 비상방역 사령부에서는 방역 등급이 하향 조절된 데 맞게 각국 비상방역 단위들의 구 집행을 위한 지시를 시달하였습니다. 지시 중요한 내용의 하나는 마스크 착용의 의무화를 해제한 것.
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官员刘英德13伫国营媒体宣示，随着测验令解除，也同齐解除边境地区以外所有商业设施、公共餐厅、服务中心的营业时间限制。过去讲新冠病毒全国零确诊的北韩，今年4月底开始出现空棚，所谓发烧病例大量增加，上限达到单日39万例。5月全国进入最高等级防疫措施，也毋过为7月29开始，确诊人数继续为0。领导人金正恩初宣布，将最高等级防疫戒备降低做正常等级。这段期间通报的感染病例累计大约480万例，包括金正恩拢捌发烧疑似确诊，也毋过死亡病例只有74人。当局也俄罗斯北韩式社会主义体系机制，也毋过因为资讯无透明，无任何注疫苗的计划，国际传染病专家对北韩疫情的现况有关存疑。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伫埃及尼罗河河边的村屋是已经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啊。不过，即马埃及政府为着要开发这个土地，说是伊村屋是污染尼罗河这种无抗钱重的理由，硬要甲伊拆掉。这间厝就伫个河顶面，这是埃及尼罗河边独特的风景船厝。这船厝不只是一只船，也是真侪人的厝。真侪老船厝已经经过半世纪，即马所面临互政府拆掉的命运。العوامل دي بيتي وبيت ولادي وبيت أحفادي وهي بيتي بقالها 10 سنين。埃及开罗的船厝历史至少有数百年，由茶板金属组成。伫奥图曼帝国时期，是大官贵族买村产外食的所在。伫二战期间，也阁被英国军队征用做临时军营甲运输武器的工具。后来也成做好野人第二间客家。这种特殊的居住文化，捌真侪摆出现伫埃及电影，甲摕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纳奇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尼罗河漂流》当中。伫20世纪中期，规个尼罗河顶悬有数百间船厝。毋过时间慢慢过去，船厝老旧倒塌了后，只剩数十间经过真侪摆翻修的船厝，而且大部分拢是散车人的客家。即马埃及政府用开发区域做理由，表示这船厝无摕到政府的建造许可，也禁止当作主体使用，因为这船厝污染尼罗河，代表无文明的景观。只有当作是旅游景点的船厝，将被留落来。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伫加拿大，顶一日因伫咧一个乌黄金的矿区内底，发现一只4万年前细只长毛象的尸体，而且伊的毛、甲片，还有耳仔，是拢规个好溜溜，保持甲真完整，算是一个真大的发现。带大家做回来看卖。一只细只长毛象倒伫咧土堆内面，看起来敢若伫咧困。加拿大矿工最近伫咧玉矿地区的永久冻土层内面，挖出这只长毛象的尸体。推断是伫咧35000年前到4万年前过身的。媒体报道，当地政府甲当地原住民松德赫钦族所发的新闻稿讲，这是乌黄金的矿工伫松德赫钦族第一民族的传统领土内面的克隆代克黄金矿区内面，用砂土机伫咧挖的时阵挖到的。发现了松德赫钦族的族人甲科学家、玉矿地区政府甲矿工最近举行出土仪式，并且甲这只长毛象号名叫做两手家，意思是大型动物的阿姨啊。专家讲，这只细只长毛象是母的，身长差不多140公分，应该是对只出世30到35天就过身。这具尸体保存动物原有的皮肤、头、像的皮啊、鱼啊、尾溜，规拢真完整，就敢若是木乃伊同款。是伫北美发现的第一具保存了真完整、上好的长毛象，也是所谓的猛犸象。有身为冰河时代考古学家的博士查祖拉真欢喜。玉矿地区政府也甲伊甲2007年伫咧俄罗斯西伯利亚发现的母的阿伊亚的猛犸象刘巴来做比较，显示。刘巴的存活年代比两手家也搁较早，差不多伫咧42000年前。长毛象源自非洲，尾也遍布伫咧欧洲、亚洲甲北美的北部地区，特别是东岸地区，拢有发现过。不过研究显示，长毛象伫咧4000年前，因为气候变化开始灭绝，上尾一批是伫咧西元前1700年前完全绝种。这边的新发现将会当帮助考古学家甲科学家。进一步了解长毛象伫咧迄当阵的群体生态。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辑。
这期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大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